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感谢主，搁再这个机会，而且甲兄弟姊妹，咱做阵来分享上帝的话。咱要分享之前，咱做阵压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搁再一届引出因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伫遮做阵来听你的教示。愿你的话显明伫阮的当中，愿你的话来引出阮会当今日。今年2024年的路桥当中，会当亲像这两个门徒同款，迄心是同款去找倒转当初的热情，会当找倒转来。主啊，阮知影你伫这条路上有你同在，阮的平安。感谢主，甲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你主你的手头，愿圣神自由的运行，互阮每一个人伫主的听当中。得到满满的祝福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日头真暗你路上啦吼，我相信这个大家若听到你路上，应该拢有感觉啦吼，因为咱若对台湾来，拢知影最近总统拄啊选了这个你路上这个影片真侪人足介意，当然我嘛足介意，因此着我去想着讲主啊。当初就今仔咱读的这个两个门徒，你这个路上，其实真趣味啦吼。这两个人其实心肝头一定真恶杂。咱有经文中也有讲啦吼，讲因你路上的地是面拢忧愁啦。不过你想看卖，伊为什么忧愁？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？去到这个一个参政的所在吼。迄个庄头的所在，伊去遐要创啥？其实咱若回想起来，咱应该会当理解，因为当初伊讲迄日透早的代志，就是主耶稣对死搁活起来时阵，互人人看到。等于讲，总是伊的门徒彼得等等去看，但是无看到耶稣，无看到耶稣。所以这样代志，伊恁的心肝头一直想啦，一直想。但是伊要离开迄个所在，那按照咱来讲，咱应该会了解到，伊为什么要离开？你感觉伊是因为代志要离开吗？那是因为代志要离开，伊尾仔能够走倒转去？所以讲，你看今仔经文真趣味，就是讲，伊一定照迄当时来背景吼，应该要去多难啦。因为真个门徒嘛是密起来嘛，所以知影甲门徒做阵拢密起来，伊无点样，伊用较远的所在来离开就对。你离开的当中，经文嘛真趣味，因你开讲这条路，你开讲，讲咧，忽然间主耶稣出现，圣经甲咱讲，伊就看袂清楚耶稣，我看袂清楚，若毋捌哩，嘛真奇怪，为什么伊哪会看袂清楚耶稣？你捌想过无？牧师捌想过，因为最近牧师娘开白内障，若有白内障的人吼。定定看代志拢袂清楚，所以我就是讲，伊敢会行忽然间着了白内障，怎啊看袂着耶稣袂清楚安尼吼？嘛奇怪，咱看袂清楚白内障，可能行忽然间耶稣食饭了，白内障开好去，就看得足清楚。师母目前是因为开白内障了吼，就讲看足清楚诶，我讲敢会安尼？你想敢会安尼？应该毋是啦吼。嘛真趣味就是讲。伊咧路上的时阵，耶稣若出现，伊面认咧耶稣袂要紧，耶稣直接甲讲嘛，讲我着对死搁活起来，我着耶稣嗨，安尼毋是解决啦？安尼就真简单嘛，安尼就解决啦。为什么搁甲讲诶？我咧解释甲一大落去啊！对摩西开始讲主耶稣就是应该爱等于十字架搁活起来荣耀即个代志，迄就等于讲啥物？讲规本的旧约啊！若你听落，你听较分异咧吼。我讲遮久，讲遮长啊，对摩西开始讲，讲遮久，爱听就好啦吼。是讲你路上也无聊吼，罔开讲，可能啊，我毋知但是主耶稣就是遮趣味啊。伊就甲讲，我着主耶稣，我着活起来啊。伊无甲讲咧，无甲讲了，甲讲较早摩西一直较起码的代志。圣经搁较趣味。讲煞到日头，我已经行足久的啦，离这个耶路撒冷有差不多10几公里啦吼，所以行到日头要落啊，这日头足炎的。
啊，所以吼，咱迄个话题就起来。我刚刚才讲你听有无？有啦吼，咱莫后尾。哦，啊，结果行到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圣经写讲耶稣无要甲伊做伙咧。耶稣讲啊，好啊，你就要去休困啊，你去休困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继续。哦，迄两个问道，唔好啦，你就日头迄度，袂歹。哦，你啦，即若传道人啦，你袂使出在，甲接下来迄时阵大事哦，你知，哈，感谢主，啊，真趣味。所以你若即段经文甲看起来时阵，你会想到，啊，这经文遮趣味，伊到底主耶稣要透过即段经文要甲咱讲啥？是迄日咧，两个后尾行了后，主耶稣过来，可能是路上的人拄着开讲加减的啦吼，啊袂熟悉，可能嘛人边啊，后咧再甲人讲，看袂清楚，这拢实在。啊，但是你有注意无？若透早的时阵，伊讲是讲迄讲应该是下晡嘛，迄日透早，主耶稣对四个活起来时阵，玛利亚嘛是讲毋捌嘛，对不对？毋过主耶稣讲玛利亚，哎呦，伊就马上讲，这主耶稣。啊，即个两个问道吼，即两个问道，敢若对咱讲，咱讲袂晓听。甲伊讲较久也嘛听无咧，有无？伊一路一直甲讲嘛听无。为什物听无？啊，尾啊，这事尾啊，咱咧想讲，当作咱讲心肝头骨力袂歹。啊，伊当初哪拢无想？所以这样代志，其实对咱来讲，咱会感觉讲，真侪代志，互咱去想讲。你路上的时阵，为什么主耶稣你甲讲，听敢若听，但是无啥了解，也是讲无啥物特别啊？当时加减有感觉，伊尾也分享讲有感觉，一直到食饭，饼掠开本本的咱看着，看着虽无去，我就真厉害，迄嘛加看一段，啊，既然食饭做伙，啊嘛加点我。对无？都有道理嘛吼，我终于看见了，我看着啊无加开讲，无咧，耶稣怎算？耶稣去玩捉迷藏，啊无加款，爱来就来，啊无去就无去，啊哪安尼？无说要分享啥？你新来一年的时阵，咱咧路上的当中，为什么即两个门徒会忧愁啦？你捌想过？因为伊想要头壳啥物？前几工仔，伊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敢有听到前几工仔代志？前几工仔吼，主耶稣互一个耶稣，叫人掠去变去死个死。3工了后，佫活起来，有妇人看到阮倒去，讲有这样代志，但是无看到主耶稣。这意思啥？以咱的路上顶面。咱真侪时阵拢听人讲啥物？咱的心肝真侪时阵拢咧听人讲啥物？你若听人讲啥物，听侪的时阵大部分啊，欢喜的较少，忧愁的较侪。欢喜的较少，忧愁的较侪。欢喜定定拢甲你无离开，啊，若有啥物忧愁？你知影？应该是旧年即个咱的美西省有发出一个，你若你路上开车，迄个罚款有啊无？你知无？罚款愈来愈重吼，安怎的时阵吼，迄个人无好势吼，你的房子吼，啊，就一边仔要吵，大家吵。啊，结果吼，伊人有人看着对吧？有看着人吼，像我，啊，无想着拢会坐咧边仔。哦，啊，你开车，伊即马比我较紧张，无需要注意哦，无爱注意哦，无你若有安怎吼，罚钱哦，吼，啊，伊咧坐咧边，伊紧张，开车的人愈紧张，哦，啊，愈讲愈紧张咧，要加油啊，毋是毋加油啊，迄加油速度若较超者，我结果哪，当下就打了，所以你开车你就变做袂自在，这就是正的，所以你想看觅啊，伫咱的人生当中吼。咱有真侪有外口应用的代志，有外口应用的代志，外口应用的代志，这先生一个，圣经伫甲咱讲
你到底咧追求啥？你会追求是别人甲你讲啥，还是你安怎想？咱一般来讲吼，咱拢受真侪人来影响，咱先就一个人影响。咱活伫个世间的当中，媒体消息有介侪啦。啊，咱照常的时间也嘛那真侪啦。结果现今人讲哦，啊你若时常饱肉体的人哦，体着肉体代志吼，啊会安怎往死路走。咱定定叫世情的代志，去影响着咱。所以人讲，你若你一直听这，你往死路走啊，有影吗？咱转来看创世纪，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拢袂歹对无？你意见就袂歹对无？对不对？两丛树仔，即简单的两丛树，大某在食，干那一丛树仔袂使食，迄丛树仔的果子会落智慧树，迄个智慧果对不对？地位果嘛吼，啊，而遐就无代志啊。啥物人来？就别人就来安尼，别人来讲啊，莫安尼啦，你上帝讲的也无一定安尼，无一定。咱的生活当中有无？有真个代志的时阵，别人讲啊，无一定，啊，主是安尼讲，啊，拢安尼做袂到，无一定。啊，你著自然安怎？啊对啊，无一定是，你著慢慢啊，随从你的肉肉体，随从你的肉体。即条路往啥路？往死路。迄一逝来的时阵，伊嘛是甲讲嘛，伊也无叫伊错嘛，伊甲伊讲尔，甲伊讲尔啊，讲袂啦，哦，拄开始，夏娃嘛真定真哦，毋好食嘛，莫摸，上帝无叫伊摸摸啦，上帝甲伊讲毋好食。伊家己搁讲毋好摸哦，家己足严格，但是别人甲讲诶。而愈看愈赞意，啊，袂歹，摸来食看觅。食了后，你就知啊，完蛋，就是受别人的影响。咱听真侪故事拢别人的，咱世间有一个故事，你听起来真激励，没有错，哦，互咱做鼓励，这没有错。但是迄条路拢是行你世界的路，伊敢有甲你激励讲你好好读圣经，你有好好跟上帝路无啦？伊甲你讲哦，世情才好个啦。爱追求荣华富贵啦，哦，爱求安怎安怎，啊，讲一大堆有诶无诶，哦，啊，你若爱看台湾诶即个政论节目，才看了知。哦，拢咧后壁来讲，啊，真侪人嘛咧听咧，哦，啊，啥物最近有小吵什么之类，你若咧注意，咱遮是较安静，但是你若看新闻媒体，也是看即个，你拢看到真侪消息，咱会叫影响着袂？我甲你讲，一定会。哪有可能呢？但是影响的时阵，咱有法度拒绝啊无？所以主甲咱教示咱的祈祷安怎讲？咱有试探，毋过咧，求主帮助咱，毋好去行入迄个试探内底。但是咱定定行，因为咱受别人故事的影响，咱听到即个人的故事，哦，足赞个，迄是啥物路？大部分拢是世间。大部分啊，即个世间路，你若听这时阵吼，你袂欢喜。啊，别人安怎搞，阮来拢无。啊，别人爱趁咱侪钱嘛，啊，别人哦，迄囡仔偌好，阮嘛无。哦，咱安尼上，阮信上帝，安尼哪有效？啊，人爱无想啊，啊，你知影牧师，你即个Richmond吼，你知即个上帝互我的即个了牧会教会吼，对面是啥？你知？你敢知？来捌去牧师教会，对面是一间少大间的，大间，有够大间啊！你若毋是，你搁甲看觅，哦，较早间即大间佫悬佫大间，起码吼，佫天气佫较大。我来台北，我足气的，哦，奇怪，奇怪，你哪有钱啊？吼，啊，愈去愈大间的吼，啊，愈去愈悬的，啊，啥物咱拢无咧？这我哪会感觉？你想牧师个无？牧师话啊，看我，咱我讲咱拢是安尼。有人爱请你听啊，我迄人安尼，咱是讲是咱谈啊，你看无？也是安怎？哦，真个个。那有当咱说，其实这就是世上定定往一虚华的代志，互咱啊应用。
哎呦，咱哦，咱就慢慢对这去。你无你不然就对去安尼吼。所以讲，伊遮传嘛是安尼，甲你来，一爱讲无地，爱讲，爱讲互你就入去，我摕来食。啊，所以啥物来讲吼，迄条绿体就是死的。所以你行的路上，你定定爱小心。你是听别人的故事吗？啊，你爱注意哦。啊，你若听别人的故事吼，你会定敢若迄个水底，你水内底吼，哦，啊，收了袂歹，慢慢收，哦，收个咧水安尼，忽然小你就翘去，你就翘去。所以即条路上你看温度嘛是安尼嘛，伊甲你是讲，透早迄到底是安怎？啊，进前即几工发生啥物代志？伊是耶稣的温度咧。我请问你，耶稣的温度一定是针对耶稣。啊，耶稣甲伊做伙比咧一个例来讲个。耶稣有一日啊，迄个带温度去讲到了就船，就船了后，忽然间，迄只船开出去，海涌起风涌，大家拢知吼。啊，风涌时耶稣伫创啊？我搁遐困大着，才好困了，是毋是？我对耶稣无啊，你风涌遐多奇怪，啊，耶稣你嘛知应该有风涌啊，你是神啊，你传人家不落这麻烦啊，可惜因遮无你讲。啊，风涌足大，风涌足大的时阵，主耶稣咧困。请问你啊，一般的人看到这，啊，主耶稣是靠问的，就是做肉的嘛。伊也毋是掠鱼啊，真正掠鱼比着伊咧，毋才真正掠鱼咧，比海涌遮尔大，因才会法度处理主耶稣来互处理。所以伊拄仔开始应该是主耶稣咧困无去，到尾啊真正危险啊，真正危险啊，主耶稣有。主耶稣，我翘起来，你搁咧困，你帮忙。哦，主耶稣硬足处理。好，来风停，迄个风景嘛较停，拢停了，目头讲手有啥物问题？小信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弟兄妹，小信是啥物意思？你知毋知？无信心吗？毋是。小信就是讲吼，你对主耶稣平常时啊代志吼，你无啥咧理解，无啥咧查，无啥咧注意啦。小信的人的意思讲，我对上帝话也好，还是上帝甲我咧交情的，我无啥爱参与啦。这是小信。今仔日咱是毋是伫即个路上讲？你互外口影响了足侪，但是对上帝话也好，还是上帝来甲恁沟通的时阵，我敢若无啥兴趣。有即个代志啊？若是有吼，感谢主。哎呦，安那呢？因为你若感觉这好，因为啊，咱若开始感觉，咱就知咱有。所以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咱若知咱有问题的人吼，咱愿意面对问题，天国是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出来的时阵，主听咱啦。伊总是互真侪环境发生的时阵，伊要互你体会到伊听你，伊要互你体会到讲伊咧做啥物代志，要互你理解。但是咱常常无理解，啊，我生活就是安尼，啊，我的信仰就是安尼啊，真可惜。所以为虾米即个旧约时阵有一句话讲吼，上帝创造万物。按照各种的需要，成就好的，就是说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就美好，对不对？在你约伯记内底，传道书第3章11节，对不起，在传道书第3章。啊，了后忽然间有一句话讲吼，这个神将永生因我的性命藏于人内底心肝。啊，毋过真奇怪咧，上帝的作为啊，人就袂了解。为啥袂了解？我相信吼，咱若真侪代志，拢敢若一直想吼，有一寡代志接过来的时阵吼，你面头头的物件，你可能拢看无，拢有即个现象，有啊无？咱咧足烦啊，迄个物件你咧找无啊，啊就找无啊，咱拄仔我目睭落都看无奇怪了无？明明你头前尾啊安静个，讲咱来叫你来找，看无找。即个弄因为你的心。无平静，你的心叫一寡代志，所以你会慢慢去目睭看。像咱对上的代志变无理解，啊，咱若无理解的时阵，你也变成，你看我对什么理解？我对
上帝代志若无敏感，自然我会对别项代志敏感。这一定的，你毋是看这就是看这啊。所以这两个门徒共款，伊听到前几工仔代志，伊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所以伊的生活头一直压在。伊毋是敢若听到这尔呢，若甲听到这个完全无关的后，伊可能做无啥代志，啊，就别人的代志。哦，有个人讲，啊，别人的代志听了就对了，但是你听的当中嘛是有用。所以咱生活当中去行这条路，一定会受到别人影响，向着别人的故事来影响。第二，你家己的故事，你有家己的想法，哦，你家己的想法。咱家己想，咱想我要安怎做，咱要安怎做，我家己要想安怎做。圣经你讲咯，你要救家己吼，你颠倒是。啊，你若交互上帝看敢若失去吼，结果你得倒来，你个华语是讲啦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，若要救家己生命，颠倒失去生命。伊讲嘛，为我失去生命，颠倒会当得到生命。咱家己真侪代志要用家己的方式，咱要创造咱家己的故事，会这嘛是袂歹啊。哦，咱咧自我主张啊，哦，我看起来拢听了嘛袂歹，结果你用你家己的方式，你要做成家己，做真家己来。所以安尼姊妹，真侪时阵有个人借着信仰所是要做成伊家己个人的成就，做成个人的成就。所以讲，有当时对牧师来讲，牧师嘛很神呢。讲为什么人来教会人啊侪人爱现望，咱来拢无？我嘛真拍拼呢。为啥咱拢无？我是为了家己。我为了家己啥？爱出名吗？哦，人家一个去到哦，这个名牧师、大牧师，哦，做哎，你想哎，这嘛袂歹吼。哦，你个讲平时，啊，咱就无啦，所以咱生活嘛，咱嘛来创造咱家己故事，咱要做太好势。咱家己故事。上帝讲你用你家己的故事，你知影你家己的故事尾啊，嘛是失去的，嘛是失去的。咱捌问过家己无？也是你的囡仔捌问过你无？爸爸妈妈，啊你甲我生来创啥物？有囡仔捌甲你问过无？无吼，一定有人问的啊。有个爸爸妈妈讲，我著生你出来佚佗，讲佚佗讲啥？有啊无？我著生你出来佚佗的，啥物？你是生我出来佚佗的哦？这是吗？其实毋是啦。毋是因为疼，因为这个疼，是囡仔生，所以为什么这疼？迄个疼，把这个囡仔生出来，把这个囡仔生出来。这个囡仔生出来，做士大人对这个囡仔有期待无？恁饲囝当中对这个囡仔有期待无？有啊无？就是讲，若无期待，讲你罔饲啊，罔尿啊，罔尿。这个人罔饲啊，罔饲，几敢饲啊？这我就唔知要受啥罔饲、罔药啊咧。人可能有安尼啊，但是咱对上帝予咱的信仰无可能安尼啊。所以为什么予咱永生的这个概念？不过人毋捌嘛，人毋捌的时阵，咱就是干那会当去想着我家己我要安怎？咱家己想我当。上帝予咱的永生要甲咱讲一件代志，你毋是为着这个世界来，啊，我毋是为世界来，你为啥？为着上帝国来，为着上帝国来啊！每一个人，上帝创造是每一个人，上帝有一个比喻，这个意思是啥？上帝要创造上帝家庭，所以为什么咱信主的人，每一个人拢讲咱是互称为兄弟姐妹？咱去叫这个神叫做阿爸天父，一开始创造的时阵，亚当夏娃的时阵，毋是甲亚当夏娃讲，恁著爱生养众多，治理这地，有啊无？
啊，即摆少年人我无生较几我会使做啦，会去做，因为这是世上嘛。但是上帝你创造人时，伊的想法是，恁是为了永生来创造的啦。这个永生要创啊，真简单啦。这个永生就是你咧属于上帝家庭内。啊，若无属于上帝家庭，要安怎？你就知影无属于上帝家庭，上帝互你选。食即条，行即条路，哦，行主耶稣的即条路，得永生啦。啊，你若无行即条路，行别条路，会去做会啦。你世上可能无啥差别，但是若当对世上的为对永远来看的时阵，即条路行对倒去？无说过你家己迄行，即条路行地个，你要去？人毋捌啦。人甲看伫世情伫追求啊，但人要追求我外捌。你外高上尾，圣经里讲有一个即个财主甲一个拉萨路，即个财主有够有钱啊，逐工宴乐啦，请朋友啦，穿水水啦，对毋对？啊有另外一个甲你讲，迄个足惨的，连狗看迄个无爱来钱，连狗都讨厌啊。这个圣经足奇怪嘞，最后说讲离开世上这段路的时阵，尾啊行咧永远迄段路的时阵，一个伫倒，一个伫阿伯拉罕的怀里，叫做乐园，叫做咱讲的天堂。啊，一个你地下受苦，啊，你这个离空离死，你还问你家己，你要行的路。是要照别人的路去行，还是讲我要坚持照家己的路？啊，佫有一条路啦，就是照上帝的路行。人生其实就是这三条路，一条照别人的，一条照家己的，另外一条照上帝的路行。为什么耶稣要甲讲这个代志？对摩西讲遐尼久？因为当初上帝创造的时阵，每一项代志拢照着伊的预算去进行，每一项啊，而且你讲拢照伊预定的啊。所以为什么上帝咧创造时已经照着预定足好了？总是人啊对路上帝嘛是要救你去听，你甲救，因为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创造的，伊的目的伫倒？真简单。要互咱成做上帝的囝，因为咱本来就对伊遮创造来是照他的形象造的嘛，照伊形象做的嘛。咱的性情一定爱照得出，咱今日行即条路，就是敢若你效法耶稣共款嘛。你爱参与你上帝的路，你才会活出真正意义。无你所活的终尾是空的啊！啊，你讲无煞，我是爱来教会做魔术，毋是？歹势，你安尼你就错咯。上帝会照你的，但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生活当中即条路。这条路上，你是甲主同行，还是你行你家己？所以你甲想起这两个问题，你最尾回转来想，你这问题想前几工仔代志，想到家己讲我咧挖土迄个完蛋啊！你耶稣就行道拄仔开始，主要说对死个活生起的时阵，迄问题拢徛你下骹看，还是你讲主啊，这个以色列啊，复兴的时阵当时来啊，有啊无？所以讲，伊的生活也是想家己的成就要创啥物，因伊受到上帝国要怎完成。主耶稣听咱，伊甲咱讲，咱所有的一切，拢照上帝的美意来做成的。有上帝的旨意，有一日，这个代志拢要完全结束。啊，这个结束了，就是咱即摆日庆祝主耶稣搁再来迄个。时间结束的时阵，你是你上帝国内底，还是你是你另外一个黑暗的所在？这是咱今年会当咱下日子的年头的时阵，咱就是互相勉励，勉励人是勉强来勉励，勉励啥？咱若行咧即条路，咱咧想，咱今仔日是为啥物而活？你是为了永生而活，还是为了短暂的生活而活？你安尼考虑？你讲我为了我短暂的来考虑，敢袂得？无事当然讲会得啊，但是对你有好处啊无？还是这个上帝国有权利啊无？咱会当安尼想，
你是有福气。所以为什么咱爱认识上帝？你记个无只要讲，咱若认识上帝，咱就当得到平安，咱就当得到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拢伫主耶稣内底，拢计划好啊。你要参悟啊！主而且今仔日，人讲做忝者，其实伊所做是照上帝的意思，而且呼召人，成做伊的儿女，将来要成做一个上帝国的家。当初就是安尼，上尾也是安尼，是即段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互咱即个稳定机会，因为人已经对上帝互咱真侪机会，去理解，去即个路咱人生的路途继续行，你会行去倒？你要有目标。你若知影你的目标伫细上呢，有好也无好，无说袂使来讲无。你会感觉真水真水，毋过你了解这是虚空的，第一站呢就过去无啊。但是你的计划是你永生的，你的计划你上帝国的代志，虽然暂时的风影，暂时的无好势，但将尾你伫上帝国内底，这拢是咱的选择。所以你从旧约开始看，上帝互咱自由。你要安怎选？你即条路上，你要行倒一条路？你要行别人的路？对别人的故事一直行一直行，你倒去。行家己要安怎就要安怎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可以。为迄条路，你就死。唯一的，干那对上帝路，你再知正当的去了解着，咱的恩召，上帝招咱要创啥物？上帝创造人要创啥物？上帝结果伊要互咱就是成做伊厝内底人。厝内底人好无？当然嘛好。为啥物好？伊互你所有的物件，你会想看觅。你若咧看圣经，从尾就是所上帝荣光，完那边你会想。你若去看启示录，将来神的荣耀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神的荣耀。这是荣耀，而且丰盛。所以你在了解主耶稣为啥讲，你若愿意来接受我，做你生命的救主，你有生命永活，还有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我相信这是为什么讲上帝疼咱？咱来理解伊为什么疼咱，毋是咱外，是疼。但是你疼内底的方式是啥物？咱有办，咱愿意要对伊的路行，还是要行家己，还是要听别人，你爱家己选择。因为上帝每一个人都有选择。就较早落来，就较早落来，毋是咱今仔日。所以今仔日咱才传。有个人有听到这个福音嘛，啥物嘛讲无效无啊。有人听入来，反正我就信我就坐咧回灵，伫咧迄个等回灵机啊，伊伫等，做人来我就过去。有可能。你敢有对这行？你用家己想，还是照上帝想？所以咧，你即条路上，你因为我相信你若专心，你若要我靠上帝，你一定会拄到耶稣。你一定拄到耶稣。就是你你知无？主耶稣本来要离开对毋对？伊甲接纳，咱日咧，咱有互相接纳无？咱伫教会内底，咱有互相听谈无？若有，你就知你对方是有，可能你无知不觉接在天上，你就不知不觉你接着输。为什么？伊就讲来啦，我开始看无啥，但是坐落慢慢要交往咯。主，这主咧，这主咧，我足欢喜了，足无。伊尾仔哪做？欢喜一个就开始走转来，咧感觉万问题咧。本来要休困，还佫走倒转去，伊对遐来佫走倒转去，走10几公里咧。你甲敲门，快紧咧，这哪样咧？这个热情你有。你若愿意，你教会内底，限制当然你的生活拢会当，但是你想看觅，咱的生活也好，咱的工作也好，咱上着咱家庭的上帝厝也好，咱有咱有做阵服侍咯，伊也保庇嘛吼，就是照料嘛吼，就是敢若使着行动一样，迄人温度互相交流。你著看上帝咧听
修炼，代表咱知，咱知。你若无在意，其实甲你来讲无地代，但是将尾必叫一生遗憾。你若在意，不但你拄到耶稣，你生活当中你有真快乐，你有一定有快乐。为什么？人若亲近主，咱就快乐。为什么无亲近主，咱就无快乐？所以圣经你讲，你日子安怎？日子安怎？你的力量就安怎？为什么日子？咱无讲力量，先讲日子，再讲力量。因为一生的内底对你生出来，你心安怎想？我今仔心是要对上帝，还是要按照家己，还是要按照别人？就会快乐无？快乐无？就会快乐无？所以日子安怎？你问咱的日子，是毋是甲上帝相甲做伙？甲上帝相甲做伙？咱若上帝甲相甲做伙，无毋对，咱有哪会拄着风雨？咱有哪甲世上每一个人拢会拄着真济无共款的代志？咱才会甲讲，为什么咱要属天的平安？咱毋是属地。主耶稣甲讲，恁虽然住伫世界，但是恁无属于世界。为哪会？我住伫世界，我无属于世界。迄就是讲，你的心知影我是属天的，我无属地。我属天，我无属地。所以我的生活当中做的思想无共，你所做的每一样的思想所表现出来一定无共，你一定无共。为什么咱对上帝了有快乐？为什么咱若对上帝无甲亲近？咱有真济艰苦的，迄就是罪，你知毋知？罪咱常常讲咱拢无照上帝意思，其实罪同重要、同问题就是甲上帝离开的问题，离开上帝嘛。罪是互咱甲上帝离开嘛。离开是种是咱家己犯罪，毋过上帝讲你若悔改入来，咱来领圣餐，主啊歹势，我确实这当中，就是我心嘛是归上帝，所以你会当重新，会当这个 restart。但是咱若是无感觉啊，无感觉咱就离上帝愈来愈远。所以罪其实讲是甲上帝离开的问题，离甲上帝离开的问题是啥物问题？你知影？人有感觉。为什么种奇怪？当初迄个果子食了后，无看死呢？有人讲毋是讲一定爱死，安尼无死。伊毋是马上，其实罪就是重担，罪互咱敢若重担共款，互咱人啊，愈一直地，一直地，一直冤，一直冤，所以罪就是冤屈。本来上帝互咱路是对的，结果咱无要选上帝对的路，咱行弯弯曲曲的路，弯弯曲曲的路，互咱的重担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多，所以想要甲你吊死。所以即摆真侪人为什么猝死？真侪人压力的问题，因为伊用伊的方式，伊听别人的故事，踮遐尼久。所以为什么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互咱真大的祝福？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咱会当安息。上帝讲你来我遮，我打轻啊，我甲你斗打斗打意思讲你免打打，咱会慢慢恢复起来，咱就快乐，咱自然会行了喜乐，咱会行了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说一下新的经，敢若即句话，你有要甲上帝，敢若爱听咱的心，来讲听即条路，你要对伊行，这是你家己爱决定的代志。我相信新的经，咱有这个心志，你一定会当拄着像要分道。你参悟你上帝的故事内底，你听着上帝的故事，你参悟烧焦你内底交流交陪，你就会感觉迄个快乐会当做你受去，迄就是我看，迄就是了解。所以伊走动的时阵，当你讲的见证我无，主要说我出来咧，这是上帝的故事，人参悟的时阵，意思讲你会定定拄着救恩。你较早无介熟悉，你会愈来愈熟悉。咱即个上帝的听稳定伫咱的当中，所以今年牧师要甲大家互相勉励，会当搁较较认识咱的上帝，会当搁较认识咱的上帝，互咱会当得平安，互当迄个福气会当临到咱面前，安尼好无？
好哦，你即马甲约伯记吼21章，啊，你看看卖啊，应该是啦，我无记着。约伯记21章啦吼。啊，即句话咱悟人真简单。约伯记吼，我看嘛21章啦，21章，我看卖啊，22章啊，21章我看，哦，22章21节。22章21节，这牧师今年甲大家要勉励，哦，咱即马来宣告啥？我要认咱上帝，来，甲迄个你看到我，好不好？会晓无？爱宣告，讲我要认咱上帝，就得着平安，好气嘛，你等我啦。牧师无咧选你，老师甲你讲这上帝话哦。你即句家己好不好？今年即句，较了了。我要认咱主，哦，我就平安，我就福气，安尼阿妹吗？平安记得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遮尔水的一年的开始。你2024年的开始，主啊，阮要搁较捌来认捌你，互阮的生命，互阮的生活充满快乐，啊，互你的平安临到阮每一个，啊，互你的福气充满阮的当中。主啊，这本是你的美意，求主赐福，啊，带了阮2024年的道路有主同行。感谢主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